最近寒流来袭，路顶风加足透，为了避免行道树长去，伤着人车危害再次发生。干务局今年持续进行巡检，其中对南门路一直到国民路顶有21丛菩提树，因为树的角度足大，经过专家评估，已经属于高风险，建议移除。所以市府打算在2月底进行刷走，确保安全。我们自己全馆的树木，各属地主义全馆的树木，他要自己先去做一个自主检查。那当然也是民众也可以透过1999来做通报，那就是管理机关维护机关就要去做一个后续的检查跟处置。当年有一寡路树看起来规丛好好，结果却熊熊倒落来，拄要用科学仪器来侦测，也无真歹对外观来判定。对此，干务局嘛提出，毋是冬天却异常落叶，有可能是树身拢被白虾食空，或者是感染着病等等，爱市民提高警觉。那如果你发现说这个树木已经有高度风险的话，可能他们维护机关就要立即去做处置，比如说去做移除的动作。那如果说你你发现就是说利用这个9宫格去评估出来之后，发现疑似有高风险，但是可能就是疑似的话，可能我们后续会委托专业的机构来做一个树木的检查，然后出具报告之后，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处置。为了行道树的安全巡检，市府今年甲明年各编的500万，预计针对重点区域的4500丛行道树进行检查，也欢迎市民来关心，共同体检通报。台南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。